咱台湾的族群多元，不过大师大调查发现讲，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家己并无了解家己族群的文化。学者认为语言是传承文化重要的方法。不过，即卖教育体系煞无啥空间增加母语课程。学者是建议政府改善教材，和本土文化连结，会当更较深入，改善母语环境，和母语正常化。 母语教育正在推行，母语也甲本土文化牵连真深。目前成果如何？苏大一项研究指出，发现有超过50%的民众认为家己要是无了解家己原生族群的文化。这就是一个危机嘛。好，因为即马社会活动哈，包括交流啦、直接哈，其实真密切。 哈，那家己的本位哈，也是讲咱家己的文化底蕴哈，若袂用个掌握掉哈，真紧咱文化就流失啦。记者实际访问民众，发现现主时有部分少年辈认为，家己的母语就是华语。中文吧，但台语也会讲啦。可以是以活动的方式来进行，可能会比较有生活化，在网络上传播会比较快速，比如说像拍 YouTube 影片。 或是什么，大家可能会比较接受母语的认证之类，就像那个原住民语也会有一些认证。计划主持人郑宗宪教授认为，语言是文化传承的重要方式，真侪本土文化拢秘伫母语当中。若要改善母语环境，伊认为，因为现主时学校课程已经收过满，歹阁加入更较侪母语课程，政府若通透过改良教材，结合祭拜、过节，为生活做起，颠倒较实在。 家庭是咱日常生活中间上主要的一个场所。民众认为接上文化的气氛上重的宗教啦这款祭拜啦颠倒比起美术馆啦、博物馆更较重要。当伫教材当中进行一寡思考这款思考呢会当甲生活。 结合研究指出，有85%的民众认为，要落实文化教育上重要的方式，不是读册，是以行动参与。郑宗宪指出，这也证明以教材辅助家庭建立母语环境，让母语通正常化，是政府应该去思考的方向。记者郭永水台北报道。